行政院会今通过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草案，规模4100亿，内容除了产业支持方案880亿，另外再增加50亿帮助弱势。由于会认定有中国定居证刷落来，就是要领中国的居民身份证，这两件代志有牵连性，违反两项条例。自控制4年通过证交法修正案，要求公司有趁钱爱甲基层员工加薪水，26年开始薪水无到3万6个员工有机会食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新闻，我是嘉豪。因为这美国关税政策关系，行政院会在今仔日通过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草案，规模4100亿。内容除了有这产业支持方案880亿，另外再加50亿，也增列着这半补台电、路健保和弱势补助等项目。主计总处强调讲，这4100亿，这个特别预算呢，拢是对这税收来的。也那在野党是把呼吁讲，就要普发现金。行政院长杜英台也表态，讲这不是上介好的解决方案。副院长还在这里等待最佳的时机，而且未来。当然，美国是我们一个大的市场，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市场。台美关税谈判进展，各界关心，杜英台强调，谈判团队咧等上好时机，希望用伫更较紧的时间内有效谈判。行政议会支持通过影响国际经济、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韧性特别条例草案，预算规模4100亿，其中原本880亿的产业支持方案，会增加到930亿。我们增加了协助企业升级转型。设备汰旧换新的50亿，所以这个部分会增加到930亿。我们再提出挹注台电公司的健全台电财务结构所需的1000亿。草案提出10项措施，包含提高产业竞争力、强化农业应用支持、挹注台电甲路健保加强照顾弱势、强化国土防卫能量等。1400亿预算，包含国土安全韧性1500亿、经济韧性产业支持930亿、社会支持含台电补助1670亿。其中影响美国关税产业支持方案金融协助放入砍斩，那营业税退标准由15%放入到10%，减发转型补助加争取海外大申请资格，也放领做直接或者是间接受美国关税政策影响的人申请。你的下游的出货商，那他可能被这个退货，或是说他可能这个因为受到关税的影响，他的货品没有办法顺利出货，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算作是被受到间接影响的。行政议会也通过113年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税入存3589亿，连续8年总决算税计存的盈余性4100亿，唔免压制。你把1万块发给每一个人，倒不如你把5000块发给他手上没有5000块的人。我们就用这样的概念，把弱势先照顾起来。财政部正常公布税收净额关注预算5283亿，那也提出普发现金1万加敲定还税的法制化。不过杜英台强调，国家面临外交、军事财政重大冲击的时阵，敢若用发现金的方式，不是怎么解决国家问题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刘宇辉最近搁在限制台湾民众领中国身份证件规定，连中国定居证含这身份证拢是犯法的，会注销伫台湾的户籍。刘宇辉表示讲，申请定居证的用途就是办理户口登记，说落来就是要申请这中国的居民身份证，这两件代志是有牵连的，这认定是违反两项条例。去年1月，伫中国大学教册大赵老师领到福建省发出第1张台湾居民登记证，互中国官媒大报道。迄时阵，陆委会敢若强调申请陆方居民身份证的人违法。最近，陆委会释出上新令色，搁受按个人申请中国身份证件规定，因为有中国登记证甲身份证拢触犯，会注销伫台湾户籍甲权利。你拿到定居证之后，再去当地的户政机关登录户口。拿身份证，它这个是一连串连续的动作。对我们来说，拿到定居证就意味着你接下来要拿身份证，应当是99.99%就是用居住证。这个东西是不是说有种缓冲期，有种说公告期啊，让这些人他怎么样去妥善处理？
台商或者若相关规定有改变，希望因候了有定期证的台湾人完长期处理。台商指出，在中国生活台湾人大部分拢只有居住证，因为顶悬有18笔公民身份号码，爱伫一项银行开户、电子支付甲就医状况使用。定期证干来办理户口登记用途，来摕到中国身份证的人只占少数。陆委会也继续协助，爱报告丧失原籍证明的1.2万名陆配，部分陆配已经提出估计或者是延期申请。600余件说他想要拒绝或者是延期的，还有一些是不符合这些拒绝或是延期的条件，但是他需要政府协助，那大概有200余件申请的案件，每一件我们都会仔细审酌，然后提供最大的协助。另外，陆委会统计今年3月20到31期间，去大陆4人被留置，办查关案人数增加7人，总共82人，其中2人属于失联状态，另外5人分别是牵涉诈骗罪甲非法入境罪。和中国限制人身自由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世宗运伫5月17就要开始啊，所以传出讲，这中国主动因国家选手来台湾参赛，甚至是要求选手呢爱先飞到香港或者是澳门地区，才当来到台湾。因为这流程变甲真麻烦，致使不少中国选手可能会放弃参赛。另外，也有机关指出讲，不少民众参赛项目和主办单位乱改，目前有不到3000个选手退赛啊。2029年世界壮年运动会伫5月17就要开始，不过这阵两岸局势紧张，传出来中国主动因国家的选手来台湾参加比赛，佮要求因若要来参加，需要先转机去香港、澳门等第3地，致使真侪人放弃比赛。也传出来中国参赛者怨叹讲，世壮运的定数无透明，日台申请一直拢无消息。本届参赛者超过25000人，大陆选手参赛者500多人。大概是2%。入台签证的部分，我们都是依照中央规定提出申请。世壮运执行委员会表示，中国拢总有500多个选手参加比赛。到4月23进前已经核准61个中国选手来台湾，核准过后也已经有34个人纳好入台证的费用。另外，也有议员批评世壮运的安排手乱，造成侪选手已经退赛。光是现在退费的选手就已经将近3000人。报名的选手说，他报了 A 赛事，结果却变成要去比赛 B 赛事。议员所称退费3000多人，其实退费的原因多半是因为选手个人因素，例如选手行程改变、受伤、队伍解散等相关因素。针对有参赛者和主办单位改比赛项目的争议，世壮运是回应讲，这是因为有的项目报名的人数已经满，因为先甲这的选手加入落跑比赛，若是选手无意愿参加，同款会当申请退费。世壮运也强调，若参赛者拄到问题，拢会当及时反映，确保家己的权益。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有立委也讲，对中国新疆来的纸皮烤核桃这款桃仔仁呢，伫网络也市啊拢会当买到。事实上，这物件拢无办理书列查验，严重影响到咱的健康，而且是违法的。是后续也讲，立委提供这9件内面，敢若1件是合法，其他4项违反书籍和标示规定，罚则12万，也佫有4项等咧查。经过处理的壳真轻松，就会当掰开，摕出个人来食。对中国新疆来的纸皮烘核桃，是最近真流行的四手啊！伫电商和拍卖平台拢会当找到。社群网站嘛有人揪团。有我女儿常常买啊，是她常常买。看她是哪里进口，或是我没有注意看，嘿。IG 还是 FB 好像有看过那个影片，合法的话，或者是单价，还是说那个评价都还不错的话，可能会买。立委林小芬讲，伫今年初就已经要求食药署去了解大量伫网络无办输入查验的新疆纸皮烘核桃，若是违法，应该要求业者落市。但若伫网络平台嘛是拢看会到，甚至立法医福伫社头前菜单的业者嘛在卖。委员2月8日提供9件产品，经食药署函请平台提供刊登业者的资料，已请卫生局办理。
结果1件合法输入，4件查获违反食安法第22条及第30条，共计裁罚12万。食药署强调，中国输入纸皮、核桃和其他食品的管理相同，必须经过申请输入查验，符合相关规定。今年以来，中国纸皮、核桃报验8批，检验4批都符合规定。另外，食药署嘛实际去市面上买6件来检验，其中1件甜味剂不合格，已经要求落架，而且裁罚。它比我们的蔗糖甜大概高出30到40倍的甜度，而且热量比较低，所以它可以合法用在我们的一些蜜饯还有一些饮料当中。那可是像烤核桃花，它是不得使用的，所以要求下架。动物科的医师提醒讲，若不是合格输入，无照咱国的法规来标示添加物，恐惊有食安的风险。食药署讲，持续督导卫生局办持受中国食品的查核，今年开始已经查到31件业者违法，拢会依法来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有一间气科诊所去互指控讲，伊和国内2间旅行社合作，或者中国人来到台湾看喙齿，事实上来到台湾是做乌的。对2012年年底开始呢，超过600人来到台湾，把检查去敲约谈侪人到案，这姓潘的院长100万交保，啊那姓向的这旅行业者呢是10万块交保。卫福部也讲，这款违法的情形尚无一句两件。气科诊所姓潘院长经过检方透明复审了后，是100万交保。离开地检署进前，一直强调伊真正唔知影。我不是主谋，更不是帮凶，更不会是我知情的。涉案的院长洪指控讲，靠卫福部相关计划，涉嫌和国内2间旅行社来斗空，提供不实的病历记录，阻中人和中国人士来台湾，用治疗矫正喙齿的理由，或者中国人在台湾非法做工课，甚至有性交易。2022年底开始半年，超过600个人都是安尼非法来台湾。涉案的旅行业者嘛，互检方约谈，其中姓向的负责人是10万交保。北检侦办专案，包括院长、旅行业者院内的医生助理在内，30是带真侪人到案。专案是照涉犯2项人民关系条例，再罪嫌侦办。你来台了，是不是有真的要来看诊？我其实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只能跟我的合作方强调，要再强调，我只需要看牙的patient。在行程当中，我们联系不上，我们就会主动通报。面对这个风波，气科的院长在交保了后的24，佫一摆出面来发冤枉。伊中心来台的这中国籍的人士，唔是伊找的，嘛拢有实际来看喙齿。相关疗程费用收费至少2万块。干那少数人失联，无联络到的，才会要10个人。伊强调，拢有随法函反映。我们5月17号就马上暂停该诊所的资格，所以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5月是2023年的5月。2023年的5月。卫福部回应讲，在移民署通知了后，就随暂停诊所的资格。关公署是表示讲，无接到检调，也是卫福部针对旅行社移请因来调查，但嘛强调会进一步去了解业者敢有违反关公相关的法规。移民署这边还有没有告知你们，还有其他的医疗院所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几年当中，就是针对异常的部分，大概是有一家是医院，有一家是另外一家诊所。其实，在过去就捌有过中国人士透过关公这名义来台湾做不法的行为，即马佫逼出家看诊，真正在做工课。争议即马还未了，卫福部佫讲，疑似涉及违法的医疗院所是至少佫有2间。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空桥国际学校的学生环岛车队，经过彰化时阵呢，互一个细小的查甫人驶正向弄掉，造成7个学生囡仔受伤。检方确定这个驾驶是有食毒，甲这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律师和交通团体拢认为讲，这毒品的种类遐尼济，残留的时间遐尼长，执法和预防这2部分还有进步空间。一个细小的查甫人驶车一时紧一时慢，甚至无拍方向灯就换车道。了后，伫咧鼻头乡将水路3段，就驶正向去弄到空桥国际学校学生因的环岛脚踏车队。嫌犯告案了后，检警甲验尿，发现有毒品的阳性反应。伊嘛承认伫咧驶车进前捌食海洛因、安非他命、各丧尸混蛋等等的毒品。
检方甲伊则涉犯刑法公共危险，佮过失致人伤害等罪嫌，向法院声押禁见核准。经具体孝信被告到案，采集尿液送验呈施用毒品阳性反应。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萧姓被告涉嫌施用毒品驾车肇事及肇事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上次我没有办法说明的哈，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学生的个人的这个心理隐私，那应该都还算稳定的。校方表示，原本当上混未成年的学生，伫咧23清醒了后，就转到台大病院。还有另外2个人也咧住院，3个人状况拢算稳定。若其他4个人是已经转到厝里收养。这只毒驶车案件一直咧发生，台中嘛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去年底就捌曝婚，这内底有第3级毒品K他命。而且伊佫食酒驶车去弄着人，造成1死3伤。最近已经互人起诉。法界人士认为，林法院虽然伫咧2023年有通过食毒驶车的修法，不过甲食酒驶车比起来，这要抓也是有较困难。那虽然酒测的部分它有规定好的那个就是比例值，可是毒品的部分它毕竟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毒品的种类更多，而且毒品反应的时间也不一定是立刻就能够反应出来。就在国外，如果说你是毒驾或是药驾，可能会扩大到什么2级谋杀啦，或是说预谋杀人啊这种，那算是失能驾驶呢，还是过失杀人呢，还是预谋杀人？这一点，这3个种类就差很多啊。针对食毒驶车的执法，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建议，会当比照国外，明确定出有无、失灵、过失等判定的细节，互检警咧执法的时阵会当参考，才会当真正阻止食毒驶车。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昨伫台北市内湖有一个学生囡仔过航客路的时阵，虽然有行伫咧斑马线顶头，不过也是去互乌托邦弄到。家长报案了后，讲这骑乌托邦的人无让过路人，警方表示讲会调监视器来看理清责任。这个查甫囡仔骑雨伞徛伫咧路边，看到总算有人碰，赶紧要通过。向有一台乌托邦无放慢嘛无动点，抓直接撞落。这个囡仔轰动到了后有爬起来。不过离开的时阵，一直在外头看，嘛一直在望伊的脚头有。这担心到车速都很快，然后这边那个转弯过来的时候，常常在这个地方发生那个碰撞。这个事故发生在台北东湖路的巷仔底，现场是无号志的路口。当地居民讲，遐较早都捌发生过袂少的车祸。这一届，这个学生伫23早起7点外去上课的路顶去互弄到，家长事后嘛有带这个囡仔去报案。前车头去撞击到行人穿越道上东向西行走之学童右侧身体而肇事。在这里提醒用路人，驾驶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这只刚弄到的乌托邦车顶嘛有载囡仔，车祸的时阵嘛跋倒着伤，不过因为涉及路口无停让，警方理清责任了后，会判断敢是要裁罚。监管基金会分析，囡仔伫车路的风险，上接看到的都是去互车弄到。儿童的行人发生事故的话，70%都是以车辆为主要噪音。那车辆主要噪音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未依规定停让行人。台北市警方处理路口无停让的情形，今年到3月份为止，都有7975件。除了汽机车无守规矩以外，伫新北市中和嘛有过路人违规过回条线，有骑士专案报道。行人穿越道路时，机车骑士见状刹车不及致摔。本分局呼吁行人勿随意穿越道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过路人、骑车、驶车的，用路的观念拢要加强，才会当全面依护交通安全。公视新闻台北新北报道。来看高雄捷运昨暗传出着攻击事件，一个食酒醉的查甫人坐捷运的时阵，却向去拍其他的乘客。这情况中心接到通报了后，请这车长来到现场，把这2个人请落车。警方才接落去处理。则发现讲，这个食酒的查甫人真正捌食酒驶车，这届是食酒拍人，也若防拍民众是要甲告。警方也依照着伤害和毁损罪嫌，该移送高雄地检署。坐在捷运上滑手机，然后突然就跑过来打我。警方去到现场的时阵，起冤家的2个人，站长已经请因落车。这个姓谢的查甫人23暗时坐高雄捷运红线列车的时阵，无代无志去互一个食烧酒醉姓陈的查甫人拍，致使伊面着伤，目镜嘛歹去。警方去到因2个人落车的西甲站了后，这个食酒的人竟然还佫讲伊无酒醉。我有啉，但是我无醉。被人表示该男子有说一长串话，但不知所云，故不予理会。
不知是否为误认，要向该男子提出告诉。在告知相关权利后，请当事人还所依规定受理。根据警方调查，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并无前科，不过有食酒赛车的记录。专案讯问了后，以涉嫌犯伤害甲毁损罪，而且高雄地检署侦办。会啊，一定会，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啊。应该会还蛮害怕的，可能车上可以有就是保全之类的嘛，对，就是保护他车内里面的安全。高雄一个温情罕见出现食酒了后共拍的事件，未少民众是惊一跳。根据了解，目前大众济运法内底法规并无会当直接约束食烧酒醉起诉的乘客，不过类似的行为要是会当继续加载，或者是加以裁罚。大众捷运法第50条14，其他影响作业秩序及行车安全之行为，不听劝止，可拒绝载运，以及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高雄捷运公司表示，若是单纯食烧酒醉，会通知家属甲带回去。不过，若出现无理性的行为，就会报警查处理。目前也无出现累犯，警方嘛提醒民众要保持理性，避免违法。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含这乌克兰的停火谈判，搁再受到阻碍。特伦斯基唔甲这克里米亚挂出去，第数之3的伦敦和平会谈暂急规个降价。美国总统川普是真生气，伊就批评特伦斯基损害和谈延长战火，而是呢几乎搁再受到罗西亚的空袭，造成真严重的死伤。这特伦斯基也缩地伫咧南非行程，提早登去乌克兰。Have any favorites? I want to have a deal done. I want to save the lives now. 美国总统川普23表示，伊认为已经甲普丁还有泽伦斯基达成停战的协议，不过发现要甲泽伦斯基合作，比伊想的还搁较困难。伊讲泽伦斯基阻碍和谈，伊会当选择和平，或者是搁拍3年，一直到失去规个国家。伊强调讲，伊并无较挖倒一边。进前，美国提出予罗西亚乌克兰边界保持伫目前的战线，乌克兰方占领的所在，允准罗西亚继续控制，才做和谈的条件。不过，泽伦斯基无要放弃已经失去真久的克里米亚，互川普是真生气。国务卿罗比奥提出23个伦敦和谈，欧洲外交部长嘛在咧提出会议的暂急降价，情势发展是愈来愈不利。The president's frustrated. His patience is running very thin. He wants to see the killing stopped, but you need both sides of the war willing to do that. And unfortunately, President Zelensky seems to be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Washington could absolutely walk away from the Ukraine talks if it doesn't get to solve the problem as it claimed and boasted it could do. It would seem to be a reasonable play for this administration not to get into the quagmire that it perceives as being the Russia-Ukraine war. 泽伦斯基普文表示，23伦敦的会谈场面是真激烈，5个国家拢提出家己的意见，离和平搁较晚是一件好代志。强调愿意伫停火了后，以任何形式来谈判，不过未甲领土割出去。了后，伊嘛抛出伫2018年川普第1任期，美国政府反对罗西亚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的声明来反击。泽伦斯基24搭飞行机去到南非，展开新一波的外交。现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伫暗时搁一届受到空袭，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超过70个人受伤。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行政院在今日提出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预算规模4100亿，不过这也包含8部台电1000亿，或在也是真不满，因是表态讲未来同意。也拿这1381亿的改动案呢，行政院长对应台是指示各部会爱全数送出来，民进党团也呼吁南北就爱配合这改动预算。美国关税正式冲击台湾各行各业，行政院公布强化经济社会特别条例，规模4100亿，但是在野无同意。民众党团是批评讲，政府无提出冲击影响评估，都开大钱4100亿，内面敢若22.7%是用伫营业关税，各少司法分8部台电1000亿，放话讲绝对袂同意。国民党团要求行政院说明国土韧性和关税冲击关联性伫倒。我们把它这个不当的1000亿包补砍掉了，这次竟然放进来啊！可以这样吗？所以这笔钱，老实讲，4100亿里面就有1000亿这个预算，这一笔预算1000亿绝对不会通过。加强社会韧性，6个字哈，6个字，1个字值250亿。我们不大晓得占最大比例、金额最多的加强国土韧性1500亿，到底
钱怎么用？民众党团指出讲，4100亿特别预算是对在野延伸114年总预算省的2076亿，加上政府超顶的2000亿内的，那边嘛不满特别预算无纳入普发现金1万块，拖话叫因较紧发这条钱。另外总预算改动案，行政院长杜英台讲有49项861亿的特殊冻结项目，设的改动条件是造成行政部门真歹提出改动案，同款是只是各部会把1381亿的改动案拢提出来。自然还能达成，它是很多违法违宪的条件，我们没办法达成，这里有9项一律受阻。无论它是哪一项项目，是提出书面报告，或者要审议，或是特殊的结论，我们全部受阻。该交作业的人不交，现在来骂改作业的老师，时间拖得久。如果真的关心总预算，就来配合后续的解冻报告的时程。吴思瑶讲，改动案已经送到立法院，希望照定书来摆案审查。欧方面是颠倒批评政府提改动案底下的靠散，讲国民党团会继续严审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各月要报税啊，不过今年因为这美国对顶关税影响，财政部把这报税时间延长到6月底。财政部呢也调悬扣除金额，要来减少民众负担。也若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的营利事业或者是个人，都会当上传相关的证明文件，提出免加利息延期或者是分期纳钱。每一年报税时间都要到啊，受到美国对顶关税影响。财政部今年专降把报税期限为5月底延长到6月底，可以减轻一些就是上班族或者是就是真的有经济困难的人的压力。钱可以比较宽松的，就是使用的不会很吃紧这样子。因应美国对顶关税冲击，今年若是营利事业或者是个人，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只要符合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提供纾困补贴或者是营业收入减少。还有个人去用减薪水、工作日减少，拢会当写申请书，再个传相关证明的文件，会当延长纳税期限上长1年，或者是分期。营收减少的部分呢，连续2个月平均营业额，例如啊，就比去年同期平均营业额你就减少，只要减少就可以，不用减少做一定幅度。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今年财政部提悬报税扣除的金额，在免税额的部分为9万2有悬到9万7。标准扣除额，50年有悬到13万1，有配偶的有悬到26万2。另外，若是有车养6岁以下的囡仔，也阁会当有囡仔学前特别扣除额，头奖啊是15万。也若税厝的人，会当申请租金支出特别扣除额18万。薪水所得扣除额甲基本生活费扣除额嘛拢有关。我们的条件里面没有房东同意，只要你有租赁契约书跟付款证明。好，那你是无屋族的话，原则上你就可以扣我们的租金支出特别扣除。今年报税新的制度袂少，佮拄着美国对顶关税政策，财政部讲，因为相关的关税这个月才宣布，而且还佫有无确定性，目前也无法度估算有偌济盈利事业或者是个人会来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自2024年通过证交法修正案，要求公司呢，若准有趁钱呢，就要互这基站的员工加薪水。金管会今年正式宣布，全台完1874间上市贵公司，伫咧2025年股东会完成将停的修订。26年全国上市贵公司，若准这薪水无到6万3的基站员工，就有机会食。因就是下晡，上市公司的员工在电脑去开放空间办公开会，为着把人才留好调，公司推出员工持股信托的方案，就是公司趁钱，员工嘛趁。不过对2026年开始，像这种上市上柜公司的员工，就算无买公司的股票，嘛有机会领到公司的盈余。6万3以下，那其实会鼓励企业就是可以有一些盈余去提拨给就是比较基层员工。那刚好呢，我的薪资也是符合这个底下，对自己未来的一些薪资的一些调整，那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期待。根据2024年8月完成修法的证交法第14条修正案，上市上柜公司应该在章程写明讲，以年度的盈余提拨一定的比例，替基层的员工调整薪水，也是分派报酬。金管会嘛进一步宣布讲，全台1874间上市上柜的公司，要在2025年股东会进前完成章程的修订，明年开始基层员工有希望直接受益。那如果公司是有累积亏损的状况，那要先弥补亏损，有盈余才会
会依照章程的规定来做分派。遮讲的基层员工是照经济部公告，中小企业全时员工非属经理人，而且薪水袂当超过6.3万，都是基层员工的范围。人力银行嘛预估，这对找人才可能将有帮助。大家会看一下，一些比较知名的上市柜公司，他们到底比率定到多少？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指标性的比率的话，我觉得会去影响到一些企业，因为这个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人才啊、吸引等等的。专家分析，政策是直接锁定基层员工，除了会当避免干那少数企业高层得到利益，嘛会当甲台湾整体的薪资竞争力扭起来。这是证交法第14条的加薪条款，并无相对应的法则。金管会讲，若业者照规定收提拨应有的奖励，相关单位就会介入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牵涉到连署造假，虽然是当庭释放，不过北检控告成功，高等法院裁定发回北院要搁再开羁押庭。这国民党就批评司法是选择性办案，呼吁支持者呢就要加国期4月26就开刀抗议。另外检调再起去国民党宜兰县党部，这个罢免领函令李慧玲的骑机车，也甲这党部主委等10个人带登去约谈，以上地检复审。请问有查到什么资料吗？李伯无讲过，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任李祖辉伫调查人员陪伴之下赶紧就车，边仔就是宜兰县体育军人部第4组总干事王碧君。国民党表示不是连署，小可疑难。检调之时，并分进一路大动作搜查宜兰县党部甲罢免民进党立委陈政府带头人李慧玲骑机，搜查10个宜兰县乡镇党部包含约谈，总共带走10人，后续以上地检署侦讯。我们是不是合理的怀疑，执政党利用检调单位来恐吓人民，让反对民进党的这些想去联署的人不敢再去签联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也加入连署造假进程当庭释放，北检控告成功。台湾高等法院支持审理裁定发回，台北地院要搁开羁押庭，国民党批评司法选择性办案，掌国问题今日黄如金如明仔可能是真好人，化解民众4月6上开刀见独裁。国民党表示，至少5万人报名，去行路反疫强，暗过游行登记。周边有交通管制，多是通测考试，有问题接到考生进程，亲像考场台北商业大学，外开道周边有1200个考生，目三高中到100位学生伫北上带来考试。他们动员有很多的这个游览车，至少一定是上百台哦。那这附近的周边的交通是肯定会打结，所以绝对会影响到统测的这个考生的一些权益啦。民进党到现在，我看他们是真的怕的啦，还各式各样的带风向、散播假讯息。国民党强调，游行依法申请袂影响考生。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希望游行用和平理性表达诉求。记者综合报道。病人自主权利法伫2019年开始施行，保障癌症末期的病人会当选择自然死亡。不过，医生协助死亡这件代志，目前是还无共识的。这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调查发现，讲有8成的人支持医生协助死亡这件代志，其中这男性支持度比女性更较高。台湾体育主播布达林长期受到腰鞘癌的折磨，在2018年飞去瑞士，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来协助死亡。虽然台湾在2019年已经有病人自主权利法，让癌症末期的病人会当选择以自然死亡。不过，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在社会也未达成共识。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针对全台将近4000人做一份调查，发现有超过8成的民众支持，那病人已经到末期，而且疼到无药医，应该有权利请求医生协助死亡。这个研究有看到，就是说，台湾目前的社会，逐渐的趋向说可以接受，这个一种死亡的一种价值选择这样。台大公卫学院表示，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是由医生开致命药啊，让病人家己决定是不是要食药啊来结束生命。目前全世界拢总有5个国家实施，通常这个决议是限制用在末期的病人，而且疼到无法度解决的患者。这个调查也发现讲，支持医生协助死亡的族群，以少年人、男性，也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占多数。不过，若是像年纪较大的族群，也是女性有宗教信仰的人，较无支持。的确是看到讲男性支持的程度较高，
可能是女性吼，伊较用一种关怀甲照顾的一个态度去看死亡这个代志。另外，学者也发现，医护人员普遍较无支持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认为可能和职业伦理、法律责任有关系。对此，学者呼吁台湾社会应该来主动探讨临终选择这个议题，也让医生和病人有更较侪沟通的机会，共同面对人生上尾一段路。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面对气候变迁，总统赖清德伫个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表示，政府会制定稳定的政策，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也协助企业建立碳清查，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打造低碳供应链。环境部也提出着辅导产业走向低碳供应链，甲培育着2000人才方案。气候变迁的问题，正属极端气候灾害在全球发生，国际供应链对减碳要求嘛愈来愈着急。总统赖清德在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当中指出，最近美国的关税政策加上美中贸易战升温，毋但是产业受到影响，国内净零转型嘛拄着挑战。我们注意到许多产业因为经营的不确定性提高，民间对减碳 ESG 转趋观望。对此，行政团队已经积极审时度势、滚动式的调整策略，一定会做产业的后盾。环境部进一步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力量供应链的冲击，比如太阳能、面板、电池、电动车等等减碳产品的成本会明显增加。另外，嘛降低全球对力量投资的信心，致使能源转型的速度放慢。环境部提出辅导产业转型低碳供应链的施政方向，甲栽培力量人才的方案来面对全球变局。另外，在企业绿色转型资金的部分，金管会嘛提出绿色金融的方案，要透过设计投影子工具和金融商品，希望带动企业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我们会朝向绿色低碳的供应链来出发，而且会专案来辅导协助各个产业来进行绿领人才，还有100亿绿色成长基金。所以，我们预期未来呢，我们可以帮我们台湾年轻人创绿，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我们协同7大部会制定了绿色及转型金融行动方案。再来，我们跟5大部会制定的永续经济活动参考指引。我们跟环境部完善碳盘查与永续报告书，以及推动减量制度交易等4大策略。总统赖清德嘛强调，政府会制定稳定的碳定价和碳交易，避免高碳产业因为外国的关税政策受损。嘛协助企业建立碳盘查，也佮有产品碳卡价资料库等等，协助外销企业达到国际标准，来打造低碳供应链，建立绿色的台湾品牌，让台湾通在净零转型顶头对得到国际的脚步。记者卢尚书、柯秉哲台北报道。国家人权博物馆对2015年设立人权纪念碑，迄个时阵呢有8079位受难者前辈刻纪念碑，也因为这名单有更新，人权馆去年6月开始就征收这纪念碑的空间，建立纪念碑查询系统，希望未来会当帮助更加侪民众了解政治受难者因的生命历史。拜四呢也举办这纪念碑的纪念典礼。这个政治受难者前辈，佮文化部长李婉做伙伫景美人权博物馆启动新的人权纪念碑。其中一位受难者前辈杨天龙亲身把家己的名放入去纪念碑。伊伫16岁时阵，因为涉嫌伫新德市新生戏院用钢笔写参加共产党等标语，所以被羁押。杨天龙前辈表示，真感谢通透过纪念碑，把这段记忆家己的名保留。有一种纪念性的，可以永久的保存下去的纪念性质。我今天看到这纪念碑的落成，我非常的感谢有这么一个这个纪念碑。景美人权博物馆伫2015年设立人权纪念碑，迄阵有8079位受难者前辈刻伫纪念碑顶悬。这几年因为有一寡档案受难者的资料一直见光，目前受难者人数是增加到12060位，所以人权博物馆对去年6月征收纪念碑，增加纪念碑的空间。文化部长李婉表示，这每一个人的名，就代表一个家庭一个沉重的故事。虽然目前不义为止保存条例还未通过，不过政府转型正义的工会未停歇。在立法院告诉所有立法委员，因为你们没有过同样的痛苦，你们应该要了解别人的痛苦，你才能够面对白色恐怖到底是什么事情。那最近我们在
不义遗址的条例没有通过之前，我们要做一个转型正义、有转型正义意义的空间，接受民间的人来申请。另外，这届国家人权博物馆唔但改善纪念碑的空间位置，也特别建立线顶的资料库，民众通以受难者的名落去查询，了解受难者的故事，找到碑少的位置。人权博物馆表示，咱袂当袂记记历史的假事，希望透过更新纪念碑，通帮助民众了解政治受难者的生命史，把这段历史记忆留落来，表达感念，这也是转型正义真重要的一部分。记者刘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高雄车头的楼尾顶对去年底开放了后出现环境含治安的问题，曾个人伫遐唱卡拉 OK， 有民众感觉讲真无妥当，就向机关检举。也因为这铁道局甲市政府对这管理权移交的时间点无共识，若准有代志要人来处理呢，可能会变较拖沓。一句接一句响亮的歌声不断传出。23暗时8点外，有民众揸手怪设备来到高雄火车头的天棚唱卡拉 OK， 因为声音实在伤过大，互来遮运动的民众听一个拢硬气。不过却拢无看人来阻挡，民众随录影向议员检举。议员讲，顶2天才发生婴仔床坑要几个月无人管，即阵佫发生唱卡拉 OK 无人插，天棚到底是由啥人来管？伊认为爱经厘清。因为它音量蛮大声的啦，跑步啊、骑脚踏车的民众蛮多的啊，所以他唱卡拉 OK。变得有点突兀这样子，包含说前阵子其实就有这个废弃婴儿车在那边放了1个多月，那如果现在又有民众在这边高歌一曲，那未来如果还有更多的管理上的问题的话，那相关的管理办法，或者是说相关单位要依据什么样的法规来进行劝导、劝离等等的这个部分，其实都应该要再去做加强跟厘清。这摆有人甲天棚当作卡拉 OK 舞台事件，附近的派出所甲环保局拢讲无接到民众的报案甲တင်情，所以第一时间无人处理。佮加上天棚的主管机关到底是交通部铁道局，也是市府公园处，即摆双方无共识。铁道局认为因已经交给市府啊，不过工务局强调目前也未点交，所以唔是因来管。不过后续因也是请警察局甲环保局去稽查进行开发。公园处将协助加强劝导及设置宣导牌面。并请警察局及环保局等机关协助稽查，并依相关规定裁罚。附近的刁民派出所表示，民众家己炸设备伫天棚唱歌，确认是有妨害安宁，将会当以下违法开发。未来会加强巡视天棚区域，配合工务局、环保局实施联合稽查处理，和市民一个舒适的公用空间。记者柯家如区朝阳高雄采访报道。高雄有民众昨去三明区一间牛肉面店食面，却发现讲这面内面有家蛇囝。这卫生局呢在今仔去到现场稽查，发现讲这作业现场这冰箱内面的食材无勘定问题，要求因限期改善。业者也解释讲，将可能是早安环境消毒除药啊，才会无设立互这家蛇走入去这面内面，因为灰实的也退钱互消费者咯。稽查人员去高雄三明区这间原乡牛肉面的店。23有民众来食包牛肉面，等去食。伫要食了的时阵，发现内底有一只细只家蛇。民众控诉店头知影了后，还阁真歹下手，伫社群抛文提起其他的消费者。小只蟑螂都跑出来了，对，从那个洞穴跑出来。哇！它可能跳进去，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呢。对，是。那他来的时候跟我反映，我就说那好，那不好意思，我们会改进。头家背回迄间附近有咧转药啊消毒，路顶有袂少家蛇走出来，可能无细致家蛇走入去面内底，第一时间嘛有退钱互消费者。24早起卫生局去这间面店稽查，现场无看到家蛇，不过有发现设备无洗，冰箱的食材无藏起来等等的缺失，要求都要限期改善。不少是掉进去，你自己觉得？就是会考虑一下，还要不要去吃看看？有消费者认为讲，以后会考虑敢是要去遐食饭。嘛有民众认为讲，毋免伤过严格。也若最近伫台中，有民众去便利商店买茶米卵的时阵，一个无细致，伊1块银角啊落落煮茶米卵的电锅内底，伊主动甲规定66粒的茶米卵，规个拢买去来负责。民众甲这过程分享去网络的，引起众人的讨论。消保官讲，这个情形店头确实是会当要求消费者都要负责。影响到了茶叶蛋的卫生，以至于业者没有办法进而做贩售的话，那基本上呢，业者当然可以请求。消保官嘛建议，业者会当甲消费者拍折，或者是以成本的介绍卖互伊，互双方的损失袂伤大。若是无法度达成协议，嘛会当向消保官来申诉。记者综合报道。
嘉义县正山崖所在有记得民雄水上中部甲环路，就农民发现讲，这规园的这山崖拢未大粒无条久，本地呢一粒是2斤重的山崖，即马10粒加起来却是无到1斤，真有可能是受到前一阵天气影响，才会袂大粒。农民来希望讲相关单位来引导协助减少因的损失。这过半个月，这潮拢老了了啦。万路的山崖爬开来看，内底拢无纸。伫番路种山崖的农民讲，规园仔的山崖拢是这种状况，而且除了山崖以外，即摆嘛发现讲林景乃至嘛有同款的问题。哦，莫讲一城2城啦，我看1城都无啊。你看这规丛拢无开花，哦啊山崖开花开啊高，结果一丛拢剩3粒，哦啊有一个无的咧，无半粒。咱嘛有看到乃至林景甲咱的落梨吼。啊，因的结果力是真正非常的无好吼，啊，所以咱公所嘛拢会落去甲伊调查，啊，落去甲往上级单位落去甲提报。在地农民讲，今年山崖要授粉的时阵，天气常常变寒，上低只有9度，影响到精神甲芳的授粉，所以山崖加就生安尼嘛袂够大。来了解的专家嘛向当地的农民提出因的建议。刚好就是都遇到下雨或者是低温时的，他们的活动力比较没有那么强。然后专家他们也是有的去辅导农民，他们就是也饲养一些丽蝇这样子，看能不能改善一点着果率的情形。嘉义县农业处表示，嘉义县正改良品种的山崖面积有269公顷，目前受损的建筑面积超过6成，而且损害的程度拢有到救助的标准。已经把各乡镇的资料送到农粮署，希望替农民来争取灾害救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年台南、屏东嘉义优莱雅产量拢减真济，因为今年气候异常，有的开花是无结籽，有的是落甲真严重。农民预估产量尚无减8成，因来希望讲政府会当提供协助。农民今日田里看到优莱雅树今年无结果的状况，实在真无奈。本届即阵拢通看到树丛脱落啊，不过今年台南大内的果树无啥看到优莱雅。农民讲，永年2、3月就开花，今年拄到寒流甲落雨，结果开花无授粉，地数损失严重。开花还是开得还蛮漂亮，花很多。我说，今年说不定是丰收期，不好意思，等他结完果来看，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树上真的一颗果实都没有，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惨的事。全台优莱雅最后种伫台南、嘉义甲屏东，其中屏东县就290公顷，煞嘛有同款的状况。各农表示，应该拿出2成，最后因为天气变化大。第一点是天讲无出来嘛，第二点伊有结小果的时阵哦，你温差过大，一天温差超过10几度的话，它就会落果了。有有的甚至有的一丛吼，有的全部到10粒的。优莱雅一冬敢若收成1摆，对种落鱼口收成，上少的3冬量才会豆豆出来。农民讲，这回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这嘛连带影响到果汁店。热天到啊，优莱雅牛奶本价袂甲真好，不过头家讲，这阵用的是旧年冷冻的，库存敢若会当冻到后礼拜，有钱嘛无得买。台南市农业局请受灾农民去公所先申报，5月因会校长会刊。本来应该是每年的1月、2月都可以有采收。结果到现在已经5月了，完全没有，连一颗都没有。没有啦，一定没有的啦。我邀请改良场、农事所啊，和那个农粮署来，还有公所来做正式的社会勘哈，来决定到底是不是开设台南市的电再救助哈。其实家己台东嘛传出产量无理想，面对全面性的灾损，这些农民希望政府通加减补助，帮因度过歹年冬。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来看新潮保基囡仔窟，这台语老师这届呢是带大家熟悉奥运比赛，佮专工设计全台语亲子运动会，要互阿爸阿母佮囡仔做伙来参加。甲盛会用卡夹的，一个团一个。国家石轮比赛，包用嘴盆的卡球比赛，趣味的比赛，互现场除了笑声，也有台语声。囡仔吼会使伫咧足轻松的伫咧足轻松的所在安尼来耍，啊，佫会使学着台语安尼，我感觉比伫咧学校上课较趣味。囡仔其实会较愿意做伙佚佗，做伙耍安尼，嘿对，因为伫厝可能一个人甲会耍，伊就袂感觉做趣味。那个伊头仔是无大手的意思哦。
这场趣味的台语运动会，老师嘛介绍奥运标志的由来，以及台湾伫奥运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代志，也利用这个机会，带大家做伙熟悉运动比赛项目的台语用词。介绍讲为什么台湾代表团出去的时阵，袂当用阮的国旗的这个历史是安怎一回事？啊，国际观点都有啥物国家甲阮有共款的情形？啊，我感觉讲这项代志是最有意义的代志。运动有这侪项目，啊有这侪人唔知影，要安怎讲？比如讲，台湾的迄选手，耿少年足厉害，阮有摕过金牌。啊，大家想讲，这要安怎讲？可能是亚当，啊嘛会使讲亚少年。现场还有教亲子有教。带大家做伙体验，做出各种趣味的动作，互参加的大人甲囡仔拢算甲真欢喜，去通运动兼学台语。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29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2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9度；平遥、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